后来这个中南部小连续落大雨，影响到猪仔食的供应，结果猪肉起价。台中建国市场的摊商讲，消费者的采购量明显减少4成。拜六礼拜，建国市场卖猪肉档啊，生理感冒变较歹，因为受到南部灾情、传染病和小连续热雨天影响，无猪计数直直压悬，好卖猪肉唔敢进收集会。毛猪价太贵了啊！对啊，成本都拉高了啊。所有你等于毛猪贵的时候，你所有不管是什么部位，它都已经涨价。今年拄到连6块猪脚买起，应该强困，不过消费者敢若拢唔敢买。摊商讲，目前消费计数比去年同期飙升2-3倍，买起差不多减4成。买气有啦，大家就是买一点点啦，对，会也是都会买，就是量的部分会比较少。接落来，一个拄到中元节、中秋节，猪肉计数落去应该无遐快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